这礼拜二的新北市做伙消防员的网友的指控，讲新北市消防局的长官来下令动员基层假造报案的场景。恩恩的爸爸讲，伊无法度理解为什么要安尼做。啊，新北市消防局讲，因当天只是要来重现着Omicron的疫情爆发的时阵，119的电话大爆量的状况。啊，新北市消防局早起嘛已经到地检署提出告诉，要来告这个前消防员加当诽谤罪。去地检署提出告诉，因为有前消防员讲，新北市消防局提供予恩恩因老爸看的报案的场景拢是假的，消防局透早就去告加当诽谤罪。网内互打、假报案、制造乱象，这些都是张姓网友故意扭曲的事实，提供编造的录音档给恩恩爸爸，让外界认为我为了圆谎来协助编造录音。所以我会要求鉴定本案所有的通联记录、录音档。针对两部分提出告诉，消防局强调讲，为了要让恩恩因老爸了解状况，才进行无语、无影响案件的派遣。因为恩恩因老爸谁都唔知影，有入去就看甲袂做咧。为了要圆这个谎，然后去演这个戏，非常非常的可恶啊！新北市消防局可以用演戏来占了这个救护的一个线路，甚至这些人力。基层无辜，请高层扛起责任来。这个锅子到底是应该要送给谁？是李主任呢，还是侯友宜市长？消息的143分钟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区显地讲，消防局应该鼓励讲真话人，唔是去加告。针对无语这个代志，恩恩因老爸嘛讲无法度理解。当天这件事情完全没告知我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，正常人都不能理解。你懂我知道，你去看消防局勤务中心，他们会去模拟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没办法评论他们。干那要讨一个报案的录音档尔，煞演变成消防兄弟咧相告，啊，真相到底是安怎？互外界真正看甲雾煞煞。好嘞，我是吴依璇，想要跟我一起看新闻吗？现在就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下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